你下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的词汇，大家要记得听听音哦。恭喜、恭喜、恭喜！结婚登记、结婚登记、结婚登记！签名、签名、签名！同性伴侣、通信盘、通信盘！注记、注记、注记！好，俺爱登记结婚。恭喜哦！请问单头送买嘅东西有准备好冇？准备好咧。快咧！我当场冇带到人，冇要紧，签名咪是得咯。俺真正有盼过通信盘注记，唔知有影响冇？唔会啦，婚姻登记养个通信盘注记哦。了解咧，罗咱祝福你哋幸福快乐哦！罗兰嘅祝福。看过跳下嘅样片，会强下的学习积极常用嘅对话。请问单子上面的东西有准备好了吗？请问单头上背嘅东西有准备好吗？请问单头上背嘅东西有准备好吗？请问单子单头上面的东西上背嘅东西有准备好了吗？有准备好吗？请问单子上面的东西有准备好了吗？请问单头上背嘅东西有准备好吗？请问单头上背嘅东西有准备好吗？没关系，签名也可以哦。莫要紧，签名没事的喽。莫要紧，签名没事的喽。没关系，莫要紧。签名、签名也可以哦。没事的喽。没关系，签名也可以哦。莫要紧，签名没事的喽。祝福你们幸福快乐哦！祝福你哋幸福快乐哦！祝福你哋幸福快乐哦！祝福你们幸福快乐，幸福快乐！祝福你们幸福快乐哦！祝福你哋幸福快乐哦！好，你下所有嘅技巧都教拼咧，大家爭氣嘅事，愛多聽多講哦，安尼才會進步，加油哦！